国在东突厥产的残酷政策已逐渐成为种族灭绝罪，这种做法仍在继续。尽管中国最近一直在宣传这个地区的人民摆脱贫困、幸福的生活，给某些人的心态造成了错误的影响，但众所周知，实际上中国正在以新的方式压制人民。据美国媒体12月21日报道，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主任许桂香在北京对记者说，维吾尔地区的镇压不会放松，政府仍将消除极端主义作为优先事项。他说，美国将东突厥产伊斯兰运动从恐怖分子名单上删除的事实，鼓励他们从事恐怖主义活动。他补充说，维吾尔地区已连续4年没有恐怖主义活动，并不意味着威胁已完全消失。这位中国官员还否认维吾尔族被迫劳动。他说，自2014年以来，根据培训计划，已有11.7万人被派往中国其他地区工作。美国共产主义受害者基金会的研究人员阿德里安·曾兹在最新的一份报告中说，成千上万的维吾尔族人被迫在缅甸参加劳动。美国海关总署还对某些涉及强迫劳动的产品施加了限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2月21日宣布，为了展现美方对中国压迫行径追责的决心，将对所有涉及侵犯人权的中共官员实施签证制裁。这些人士未来将禁止入境美国，他们的家人也可能面临相同制裁。他说，中共日益加大压迫中国人民的力道，今天举措展现美国政府要为此向中共追责的决心。蓬佩奥重申，美国与和平行使自身权利却遭起诉的人们站在一起，向包含许志勇的律师，向王毅的家庭教会牧师，向黄旗的公民社会维权人士，向伊利哈木托合体的维吾尔族学者，向李志英的民运人士，以及向加西文色的藏语学者与企业人士。蓬佩奥最后敦促北京当局立即释放上述人士，尊重中国人民在世界人权宣言下理应享有的人权与基本自由。美国商务部将100多家中国和俄罗斯公司加入了一份新的清单，称清单上的公司与军方存在关联，此举将大大限制特定类型的出口。彭博社报道，根据美国商务部周一发布的声明，清单上有58家中国公司和45家俄罗斯公司，任何寻求向这些公司出售最终可能用于军事用途物品的企业都需要申请许可。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声明中说，借助与美国及全球公司的伙伴关系来打击中国和俄罗斯将美国技术用于破坏稳定的军事计划。国防部认识到了这种做法的重要性。武汉肺炎新变种病毒株在英国快速传播。科学家表示，这种病毒株与原本病毒不同之处在于儿童可能与成年人一样容易感染。追踪变种病毒的英国新型与新型呼吸道病毒威胁顾问小组科学家在记者会上简述他们的最新发现。科学家说，新变种病毒株已迅速成为英国南部疫情的主要病毒株，可能很快就会蔓延至全国各地。牛津大学新型传染病教授何比说，我们确信新变种病毒株比目前在英国传播的其他变种病毒更具传播优势。科学家认为新变种病毒传染力大增70%。美国国会通过9000亿美元纾困法案，为受武汉病毒大流行打击的家庭和企业提供救助。美国参议员周一晚间批准了一项14万亿美元的常规政府资金和公司免税法案，其中一项包括9000亿美元纾困法案，为受武汉病毒大流行打击的家庭和企业提供救助。该议案现提交白宫，预计特朗普将签署该议案，使之成为法律。周一晚间，众议院通过了这项纾困法案。另一方面，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在拉特华州一家医院公开接种了武汉疫苗。